4·1雙工總會。商會。學校。各位好，我係4B 班嘅劉子彤。今日我同其餘3位同學一齊去旅港開平學校去參加一個學習有機耕種嘅活動，實在好期待啊！係啊，我覺得好開心，好期待啊！各位，我係4B 班嘅蔡俊浩，我哋今日一齊去學種植奶油生菜。我哋除咗係學習耕種知識嘅，更加係參加咗深水埗區公益少年團嘅校園種植樂收成活動。我哋種咗嘅生菜後，會送去附近嘅老人院，俾老友記食用。我係4B 班朱依凡，我每一日都會去攬奶油生菜啊！呢個活動既可以學習知識，又可以幫助附近社區嘅街坊長者，實在係非常切合今次主題服務比賽嘅題目。正向有理樂公益，擔當使命創未來。大家好，我係4B 班譚慧儀。我哋學校參加咗一個由賽馬會贊助嘅義工計劃，叫做關心長者大行動。呢個計劃係由社工叔叔姨姨嚟我哋學校教我哋點樣去關心長者。雖然我依家未能夠做真正嘅義工，
但透過呢個活動，令我更明白長者嘅需要，同埋更加了解點樣關心佢哋。